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要到上海去参加到双城论坛，是毋是会甲中国的国台办主任来会面呢？柯文哲讲，非得哦，见面嘛会去访问，无见面嘛会去访问，伊会甲具体行程交予陆委会。我们这种的力量把那个时间、地点每一个行程都弄清楚，因为他好像那一天最后一天第3天下午还没写出来嘛，所以今天都叫我们的秘书处还是跟对方把行程都全部弄清楚。所以见面时间点就是第3天下午吗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这见不见，这个他是这样的，这也不是我们决定的。柯文哲伫这场双城论坛的这个表现，互外界解读是伊是毋是会参选到总统的关键。但是柯文哲的民调也是一直升不起来。针对网络发起的要来罢免掉高雄市长韩国瑜，柯文哲讲，目前的台湾社会赞成甲反对的两派愈来愈极端，都袂输是两个社会共款。柯文哲讲，这毋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的现象。